向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初2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开始，咱来关心咱国内即摆疫情稳定，明年的正月底旧历过年，台商国人等来咱台湾团圆。疫情指挥中心伫昨昏嘛已经公布旧历过年入境检疫的方案，对高风险国家入境咱台湾要集中检疫14天。若至于毋是高风险国家等来咱台湾入境，只要集中检疫10天，另外4天会使登去处理检疫。毋过，毋管是倒一种检疫期满，拢爱做 PCR。考虑到农历春节要到啊，伫外国的国人着急回乡，指挥中心原来公布检疫方案，今年12月14到明年2月14这个期间，维持14天的检疫，也加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毋过部分有做调整，像讲重点高风险国家，包含印度、英国、缅甸，入境一律爱带入去集中检疫所，并伫入境甲检疫期满的时阵，各采检一解 PCR。自主健康管理期间，各使用家用快筛一解。其他毋是重点风险国家，前10天会当带入去防疫旅馆，也是自费带入去集中检疫所。后4天会当转厝伫咧厝的检疫，若做是带防疫旅馆，也是集中检疫所，做伙带的家属会当2个人一间。若是做伙带的家属，拢做完2剂疫苗满14天，就会当共户内1人一间。你必须家里同住的家人都已经完成这个完整的2剂的施打，那你就可以1人1室的状况。若是10+4这个采检，入境的时阵做 PCR 采检一解，第10至10天第2解 PCR 采检，若做是阴性，第11天就会当转厝居家检疫，一直到检疫期满前，会阁做第3解 PCR 采检。针对防疫旅馆的量能，陈总监是讲，交通部当拍拼要达到3万间的目标，预测会比即马阁增加25%的服务量能。若是外界所关心的疫苗注射证明，俗称疫苗护照，陈总监是讲，初步设计是爱符合欧盟规范，才会相关的配套完成就会公布。不过未来总共开始实施，嘛是以国际出入境为主，毋是国内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动资馆昨昏开放使用，中华职棒5支球队的主场嘛有队咧推出好康。昨暗中华职棒是味全2队桃园6天，尾夜味全是以5-0拍赢。若体育署的动资馆昨昏嘛开始使用啊，配合行政院的进行5倍券，5支球队的主场嘛拢有队咧推出好康。若对今日开始防疫措施会使搁再放令，取消体育活动人数限制规定，无限制入场的人数，100%拢会使开放。若去看比赛嘛会使食物件，毋过无食物件时，共款爱全程挂喙安。这嘛是中华职棒受疫情影响以来，即嘛头摆会当全面开放观众入场。嘛是体育的消息来关心，长期投入咱国内运动体操培训的艺人瑞莎，昨昏伫面册指控讲，伊带囡仔去参加全国运动体操锦标赛，发现场地、教练、裁判拢有问题。体育署是回应讲，因会要求体操协会爱全面改善下国际标准。今年国庆大会，运动体操的囡仔选手，伫总统府头前展现活力甲练了真久的成果。2017年世大运了，全台湾伫咧流行体操，不是乌克兰国家代表队的艺人瑞莎，希望会当建造咱国内运动体操的完善体系，让大家看到囡仔的表现。孩子们很愿意努力，他们每一天都很辛苦、很认真听，很想要学习，然后很棒。今年全国运动体操锦标赛伫屏东举行，有要加300位选手参加。瑞莎伫咧 FB 讲，运动体操做规套才会90秒，无想到讲迄天比赛，选手去比赛场地，敢若一遍40到45秒的时间，而且边仔真侪人，真危险。抑个囡仔练煞了，煞倒伫咧涂骹无叮当，开始流目屎。原来是场地竟然无任何的软珠。抑个比赛时阵，其他队的教练竟然做裁判，互人怀疑分数敢有公平。抑个报名比赛名单内面是写囡仔家己的教练，毋过到现场教练名单则是甲囡仔完全无关系的人，互瑞莎感觉真奇怪。运动体操的选手因职业的性命比一般的选手更加低，每一面上场拢真重要。一个大文破无到一天，有16万人讨论按赞，体育署也赶紧做回应。讲场地无够加练习的时间无够的问题，已经要求体操协会确实检讨改善。
有关裁判评分的依据加教练加裁判资格问题，会进一步了解，确保符合国际规范。未来协会改善的情形会纳入考核加奖补助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做伙关心年底咱要举办4大公投，国民党一启动全台宣传，党主席朱立伦是表示，伊毋若要去外岛，嘛会去公投案内电视意见发表会。若中选会嘛按算伫11月13到12月11伫这段时间，要举办5场电视的意见发表会。行政院这边嘛会派出代表向民众说明政策。公投大家庭，公投大家庭，台湾谢谢你，台湾谢谢你。野战4大公投，国民党启动全台加港宣传政策，一路落南到屏东，要为屏东的街路出发，行遍台湾。党主席朱立伦指出，公投是民众权利，无论本岛离岛，国民党要共同代表全民发出声音。伊毋若要前往离岛，也将亲自参加公投案的电视意见发表会。包括本身，包括江主席。或州部长，包括赵少康董事长，还有很多民意代表，大家都会一起来。我们大家代表民意来发声，让大家很清楚，这是民生的议题，这是对民进党执政不利，民众要求重视民生议题的一个反弹。4项公投案敢要辩论，正反两方无共识。中选会预计21月13到12月11举办5场电视意见发表会，国民党派代表轮流就任，行政院也有应用。行政院是反方，行政院会依法推出相关的代表，去参加这一个意见发表会，来论述跟表达政院的政策立场。开放的有没有对养猪产业有影响？有，是正面的影响。我们从自给率90%到目前为止提高到3%呢。根据了解，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就是反来地公投的反对方代表，内政部处长陈宗干是公投北台选的反对方代表。公投对决，执政党总统团立法院民进党团也正是总统蔡英文已经下军令状。蔡英文主席呢是下军令状，民进党已经要求立法院的党团每一位立委至少都要办1场这个地方上的这个公投的说明会。为电访到中央，民进党会着全开，国民党也是宣传车全台行透透，随着拿入饼场，也相关公投的话题一度。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台电协和电厂改建计划拍算要填海造陆，要起第4天然气的接收站。不过，这是引起迫害选务的争议。昨昏进行第3届的环评初审，环保团体、地方人士拢要求退回开发。经过3点钟的讨论，这嘛是决定相关单位伫明年初补文件才去审，嘛闪过12月份敏感的公投的时间。守护美丽外生海岸。民意代表加几类环保团体排规排，表达反对台电区第4天然气接收站，因为协和电厂计划要改建，要甲燃油机组改做燃气机组，屯海造陆去第4天然气接收站，恐惊会破坏山屋的生态。及早促成3阶和4阶到一个更适合做天然气接收站，而且是已经填海造陆非常完整的地方。那我们也不希望4阶会成为下一个公投的议题。台电跟中油就为了天然气上千亿的市场正在进行恶性的竞争，而这个造成的问题就会让我们全民承受海岸被破坏的苦果。不要填海造陆443个篮球场面积。环保署伫咧3月进行4只案第3遍环评专案小组初审，若是过关就会上环评大会。民团甲地方民代希望评委将这个案件提上去。台电是发声明讲，协和海域新天然气接收站是评估了唯一可行的上适当的方案，而且屯海面积自原本29.25公顷缩减到18.6公顷，减超过3成高，也会做好生态保育，保育山湖。简单来讲，它已经是一个被开发过的地方。我们的海管一般来讲，在海岸旁边运行的时候，当然会离海岸有一段距离，但是要进接收站的时候，就是一定会经过潮间带。我希望如果要讨论，我们要把所有的科学问题拿出来，都好好的讨论一遍。
经济部强调，协和电厂的开发范围甲国务山一个离正远，也拢有做相关的生态调查甲保护，希望会当公布更较侪科学根据。这个案件经过3点半钟的讨论，主席要求相关单位伫咧明年1月底进前，甲评估加速海洋生态保育市场等资料补齐了，结果再审。记者综合报道。作为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半部大台北的东边有局部地降雨，若西半部拢是好天。咱来看温度。今日伫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有13、18雨，中南部是多云到好天，早暗拢较凉冷。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是敢若17度3。今日各地高温是27度至32度。拜四开始会转东南风，温度会小可回升。拜五北部高温有28度，毋过拜六风面瓦近，水汽变济，水汽较高。礼拜日明显会转凉，若后礼拜一的上低温敢若15度。作为关心联合国的气候峰会，即马长期举行。伊国首相强森即马是警告讲，世界末日的到达，开始咧到达。联合国的秘书长嘛呼吁讲，要赶紧采取行动来对抗气候暖化。参加 COP26 气候大会130多位世界领导人，平均的年纪超过60。不过，受到气候变迁影响上大的世代是也未出世。英国首相强生甲大家比喻讲做007电影的主角。Whose most globally famous fictional son is almost certainly a man called James Bond, who generally comes to the climax of his highly lucrative films strapped to a doomsday device, desperately trying to work out which coloured wire to pull to turn it off. 地球暖化，海平面上升。巴比多总理莫特利为岛国发声，警告各国领导人唔通因为贪婪自私造成共同毁灭。We do not want that dreaded death sentence, and we have come here today to say, try harder. The planet needs our actions now, not next year, not in the next decade. 今年95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用影片传达信息，表示讲不如做。在大会上，真侪国家的领导人甲已经共款，拢讲会安怎做也一定会做到。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讲，若无赶紧行动，就是家己伫咧恶梦。美国总统拜登是为前总统川普进前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向世界领导人道歉。拜托大国印度讲会伫咧2079年达到净零排放。巴西是因为亚马逊雨林甲潘塔纳湿地造查严重，常常发生野火。这边是讲2030年要比前25年减少43%的破坏量。不过批评者讲唔相信巴西会突然间降雨。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介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咱国内虽讲疫情转好，个咱的边境也未开放，也未放零。外国移工甲对今年5月份开始就无法度入境咱台湾，即马产业欠工，有当照需求的家庭嘛，强要被牵制。劳动部伫昨昏已经宣布讲，上紧11月底进前就会开放移工入来咱台湾，拍算要用 Q 点的制度，分数较悬的就会当提早入来。来看联合报，外交部前部长欧丰莲10月30过身，才到81岁。外交部是表示，伊是优秀的外交前辈，强化邦谊，推动合作，推动咱台湾去参加国际组织，外交成就使人怀念。来关心自由时报，屏东有一个姓刘的查甫人啉烧酒赛车，轰炸落来了后，一检查发现伊酒精的浓度超过10倍，互检方依照公共危险罪起诉。屏东地方院一审是判伊6个月，不过2审的时法官是认为讲酒精的浓度伫身体内超过10倍，身体早就应该是被砍制啊，所以是认为应该是警方切遇到，所以改判无罪。咱国内昨昏无本土病例，疫情转好，即马疫情稳定。台北市嘛决定要放定8大行业的管制措施，业者初9会使去申请，上紧伫16会当恢复营业。若台北市是要求8大行业的服务人员，拢一定爱注意风险。人客部分若是无注意风险，也是注刷也未满14天的，嘛袂使去交关。万教地小在等复业，总算有希望啊！因为疫情转好，台北市府决定对8大行业放定管制措施。
舞场、夜店、三温暖，找伊受理申请复业，上紧找资就用做生理，酒吧、酒家、舞厅、万家地设是初到受理申请，现刊符合规定了后，按算16开始营业。员工的部分一定要造册，他必须要提出相关的疫苗注射的证明。那顾客的部分现在有2个，一个是黄卡，一个是健保快易通。那我们的同仁会用抽查的方式，那我们的警察也会每天去做临检。副市长黄珊珊指出，调查时阵若发现违反相关防疫指引，会以传染病防治法开罚，不知场所爱打实联制 QR code。消防、公安等检查爱合格，要求服务人员做第1剂疫苗满14天，加爱有快筛或者是 PCR 阴性证明。无做过第1剂疫苗满14天的顾客免1场。为了复业这1天到位，部分万家地设业者已经做好准备，不过有的是违规，要听顶官要求归期不爱做生理。当然是哀嚎啊！大家这段时间都没有工作，大家都跑去做散工啊，对不对？然后有时候散工也不好找，一天薪水也没多少钱，所以大家当然是希望副业啊。这里我不做了，因为还要拆啊，要怎么做？8月份就开始已经有在陆续做审查的动作，而且会到每家店去看。万家地设已经存在超过半世纪，所被新冠疫情重创，独有的文化被放大检视，可见上现实的生活问题。另外，新北市是咪对咧做？市长侯友宜表示，爱做到安全无问题，才会公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带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4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00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5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417例。中国的病例97000多例，日本是超过17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46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是超过21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910万例，法国是超过726万例。镜头来中国来关心中国的疫情有压起来趋势。上海的迪士尼乐园有确诊的游客，所以游乐园全随封起来，内底的人拢爱先做 PCR 才使离开。另外，泰国是宣布有做过2档预防下旅客入境泰国会使唔免隔离。63个国家的名单内底嘛包括咱台湾。10月31日晚上节，上海迪士尼涌入大量游客，阳光远远接到前一天30有确诊者入园的通报，随即伫尾暗6点公告时停止游客进入，所有人员离开的时阵，拢需要伫出口接受 PCR 核酸检测。佮遵守疾控中心的要求，隔24点钟佮检测1摆、2摆拢是阴性，也需要完成12天自主健康检测。官方要求30、31 2天去过迪士尼的民众，拢需要 PCR。好佳在透明体检初步结果显示，33800多名相关人员，甲920件环境样本拢是阴性。不过，上海迪士尼乐园甲迪士尼小镇11月初1、初2 2天暂时拢关起来，各将为所有受影响的游客提供退换票服务。镜头转到泰国，因为疫情关掉边界1年半了后，初1总算重新开放外国旅客进入，来自63个国家地区，完整做2剂新冠疫苗旅客入境唔免隔离，只要伫到的时阵接受检测，搁伫指定的酒店待1暝等待结果，证明是阴性就会当自由离开，享受热带假期。空空冷清真久的国际机场出现真侪入境的旅客。和这个高度外靠海外旅客消费能力的经济体都去希望。Pretty smooth. We knew it would take a while, but okay. รู้สึกดีใจมากครับสำหรับวันที่1นี้ที่จะเปิดเมืองบ้านเรานะ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ว่าที่ที่รอบก่อนมาก็ลำบากมากครับ不过也有一个旅游大国无着急严接观光起来，迄就是日本。虽然最近疫情明显降温，当局也无着急放凉边境限制。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继续关心本地是俄罗斯联邦的卡尔梅克共和国，最近大草埔沙漠化，唔但影响交通，嘛影响当地畜牧业。另外，伫澳洲的南部嘛拄着这款情形。
属于俄罗斯联邦伫欧洲东南部的卡尔梅克共和国，这几年饱受气候变迁之苦，伫连续热天酷寒之下，原本一大片的草坡已经无看到，取代是愈来愈快山坡。部分专家将这叫做欧洲第一座山坡。伫强风之下，大量的沙啊冻伫小村庄的连外道路，当地居民被迫甲外界隔绝。Во-первых, температурный режим, это не всякое сомнение, понимаете? Это количество выпадающих осадков резко сократилось. А если не бывает летом эти дожди, то не бывает мимолетом, и испаряемость настолько высока. 美联社报道，因为俄罗斯纬度偏北，暖化温度是全球平均温度的2倍，真侪人正做气候变迁之下受灾祸。卡尔梅克共和国境内的放牧人就是其中之一，因爱准备搁较侪饲料，搁改甲气温较低透早甲暗时放牧，生活愈来愈困难。Было ужасно смотреть на скотину, которая, да, она ищет травы, а травы нету вообще. И вот по степи, когда ездишь, везде вот это лошади, коровы, верблюды, везде трупы их везде лежат, да? Конечно, это очень даже страшно и жалко скотину. 在南半球的澳洲南澳省也同款的情形，科学家烦恼气候变迁会加速大型沙坡拓开的速度，最后当地有名旅游甲渔业重镇福勒斯湾拢会无去。The dunes are directly adjacent to the south side of the town. They've gotten a lot taller in the last 5 to 10 years, 3 times higher than they were 10 years ago, without question. 专家警告，若啥物拢无做，山坡会跨过道路，侵蚀城镇内底面体，所以就要照种树这个方式阻止山坡拓开。公司新闻因号如并晓。继续关心阿富汗，寡人告归阿富汗欠粮食欠甲搁较食力，传出有拄啊出事红眼仔互寒死，那病院内底即马满满拢是营养不良、黄酸破病囡仔。医护人员无用咧救这囡仔，验过这医护人员，伊嘛家己已经拢有5个月无薪水通领。无家可归的难民住伫咧喀布尔郊区，有人是住伫咧布房内。有的是连布房也无，有妇女伫咧烧茶煮水照顾破病的囡仔。伫遮到暗时温度已经降到要甲摄氏0度，到冬天也会降到零下25度。因医过的粮食物资拢还未送到位，已经有拄出事的囡仔寒死。اینجا اشتکای بعض اشتکایی که هست 4-5 تا طفل اینجا پیدا شد بعض شایخونی که مرد یک تو اینجا دیل روز یک مسافر در اینجا موتر زد پایش میده شد یک طفل در سرک برآمد مشکلاتی را که یک رپا نان پیدا کنه در دستش در موتر دراز کنه او از چکت موتر زد بیچاره مرد این رقم مشکلات بسیار زیاد قرار داریم. 阿富汗长年以来动乱，造成境内有350万人无家可归。敢若今年就70万人为着要闪避冲突被迫迁徙，其中有5万人来到喀布尔，再加上当地4年来发生过2遍苦旱，农作物欠收，经济强要崩解。联合国难民署估计讲，差不多有1半的人口需要外界斗3工。不过塔利班国掌权了，国际上的金权拢撤动，让这场人道危机继续恶化。国际社会虽然讲会斗3工，不过寒死、夭折悲剧也是常常发生。病有真侪营养不良的囡仔，不过病内面伫咧救人的医护人员日子也真歹过。We have a problem. Our big problem is the salary of the staff. About 5 months we don't receive our salary. 医护人员讲，伫顶一遍塔利班执政的时阵，病院也拄到设备无够、付袂出薪水的情形，因担心过会发生这种情形，而且医疗资源也无够，互已经啥物拢无的阿富汗难民状况更加害。公司新闻暂为您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印尼苏门答腊外海，透早是发生几若届的地震，地震规模上大是5.9。目前无传出灾情，嘛无发布大海中的警报。来关心奈及利亚有一栋长得起21层楼高的大楼倒去，真侪工人未护照，上无有4个人死亡，不过还有几若10人即马掉伫内底。英国的牛津字典公布今年度的代表字是 Max 预防射，因为疫情滚假，预防射这个词今年的使用量加真多。
关心美国各送咱150万张莫德纳预防车，伫昨下晡已经送到位。AIT 的处长孙晓雅，咱的指挥官陈时中，抑个外交部的处长，拢有去机场接这批预防车。陈时中是表示，咱台湾进前本土疫情滚价时，美国有送咱250万张的预防车，即马搁送150万张来，对咱国内预防车注射率提悬有正大的帮助。伊感谢咱政府，感谢美国斗相共。Partners support each other, especially under tough circumstances. 这一批疫苗来，对我们来讲，提升我们疫苗的覆盖率，第一剂跟第二剂都非常有帮助。非常谢谢拜登政府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的一个真朋友，真的一个让大家非常的感激。总统府也相继感谢美国再度以具体行动支援台湾，再次印证美国政府支持台湾的友情坚定。这批疫苗伫完成通关作业了后，由地勤人员将放伫会场的疫苗卸落来，搁进行消毒作业，送往指定领毒物流中心存放进行后续检验封检。指挥中心规划要做回咱国民众自第2剂为主。事实上，美国伫今年6月份已经捐赠台湾250万剂莫德纳，加上150万剂，累计达到400万剂。另外，包括日本、捷克、立陶宛、斯洛伐克、波兰，也陆续送予台湾，合计超过500万剂的 AZ 疫苗。另外，加上国内鸿海台积电资助捐赠的1500万剂 BNT， 加政府今年家己买的莫德纳。605万剂、1000万剂的 AZ 高端500万剂，今年疫苗购货总量将超过台湾总人口。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搁送咱150万张莫德纳预防车，台北101嘛对昨暗6点半开始点灯，伫大楼的外壁写感谢美国，向美国说道谢。台北101是表示讲，感谢美国对咱台湾一路相挺，做伙对抗疫情。台北101大楼的外壁是用电火写 Thank you， 感谢美国相挺，合作对抗疫情，这个字向美国说道谢。美国伫今年6月份有捐予咱250万张莫德纳预防车，昨昏搁送予咱150万张来斗相共。其他消息来关心，选罢法内底有规定讲，互罢免的人4天内袂使搁做共一个公职。若是安尼，进前互罢免的前桃园市议员王浩宇，也有台湾基进前立委陈碧桂，要安怎才会使搁选？行政院即摆是表示，若是要选换选区就会使。前台湾基进立委陈碧桂是头一个被罢免的立委，因为选罢法规定陈碧桂无法度参加这届补选，也表明会全力协助民进党补选。但是伊未来是不是会搁选2024年的立委，外界拢在关心。目前选罢法规定，互人罢免的人4年内袂使做共一个公职，到底是指4年内袂使参选原县市选区，还是这个县市选区拢袂使参选？中选会甲内政部有无共见解？对这项代志，行政院9月份开会决议，基于人民参政权应该采取限制详细原则，要修改做被罢免人为解除职务迄天开始4年内，袂使伫共一个选区做共一种公职人员候选人。经过中选会的这个报告事项的呈现，是采同一选举区的同一公职。亲像互人罢免的前桃园市议员王浩宇，一直想讲袂使搁参选桃园市选区，按照中选会解说，敢若袂使参选原桃园市第7选区。我当初问他们都没有给很明确的答案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选，不能选中立就选不能选，那其实是有一点妨碍参政的一个自由啦，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个规定这样子是比较合理的。那是王浩宇、陈碧桂呢，则搁要建2024立委选举，除了台中市第2选区以外，其他的选区拢会使选。王浩宇是支持政府修法保障人民参政权，也接到通知，后一届会当继续参选桃园市议员。不过，伊决定转战高雄市议员的选举，要拼初选过关。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欠移工，即马咱国内疫情转好啊，劳动部是打算要重新开放移工入境咱台湾，不过咱台湾集中检疫所的空间有限，所以劳动部即马打算要用扣点的方式来规划优先的顺序。有做过预防下移工，也有移工内的母国已经稳定的，也有咱台湾的头家会当提供独立的套房的，这分数就较悬。若是要来，就当提早来咱台湾。
国境封锁。外籍看护严重欠工，最近移工一结束，顶一个家庭的请用，会当讲无人放弃，真紧就会当找到后一个头家成接。阿公来，拜拜，我自己马上来接。是，以你所知，台湾有没有很多那个家庭雇主，阿公阿嬷也很需要你们？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医院还是中介都在找人吗？对啊，是中介招人啊，是有时候也是雇主招人啊。那家属看护工厂也咧抢人，劳动部也咧等指挥中心点头中启移工入境，也毋过争取到的集中检疫所成为1700个游园真有限。加上防疫考量，劳动部准备采用积分制来决定什么人会当优先入境。评估条件包括移工敢有注疫苗，来源国疫情敢是稳定，头家敢会当提供单独宿舍还是独立疫境啊？防疫条件若好，积分若悬，就会当优先入台。根据中介掌握的消息，政府不排除和移工入境了后做疫苗的针剂。因为进来如果他真的不行，就是由我们台湾政府直接打的第一剂嘛，对不对？他再来隔离嘛，这是可能他们有讨论想要做的一个配套措施。这个基本上就回到指挥中心整个疫苗的一个施打的一个规划上去处理。那你们有提案或希望吗？基本上是这样，因为进来之后，其实就因为它就是合法移工，合法移工其实目前在疫苗的施打，它本来指挥中心就有一个规范。有些国家可能也没有办法提供疫苗，他们如果真的没有打疫苗进来，那我们可以帮忙打疫苗，这都没问题啊。指挥中心表示，台湾本来就开放境内有居留证、工作证的移工会当就网登记有优注疫苗，所以政府立场并无摆脱移工来台注疫苗。不过专案有缘无确定定案，也有待综合评估确认。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国内疫情转好，真侪人会规划出门佚佗，各乡就有人甲高级酒店的大房券摕去彩色影印，放伫网络顶头卖。有民众唔知影一家去买8张，收到了后才发现讲互骗去。要将星级酒店大习惯卖互人，互人人爱2个月带一部影来交易，所向互警方查落来。你骗他是不是？没有，我没有骗他什么啊？没有吗？我们那个券也是跟别人买来的啊。警方问是不是要骗人，这份人就讲也是网络顶管买，唔知影来源。不过，这份人甲伊10部朋友早伫顶礼拜5，就以1张7500的代价卖8张，互北部一个姓洪的民众。事后伊发现，甲亲友手中的大小无同，才发现买着假。跟朋友的旅游券大小有异，且没有官印，也没有防伪的标号。警方请民众惊是要买，将人约出来抓人。调查发现，嫌犯是伫网络将图抓落来，搁彩色印出来，所以票券顶悬无当饭店的官印，也无封柜的标号。饭店出这个券，它有履约保证是银行，那旅行社有履约保证。他有平保协会来做保证，后续有发生问题，他会出来理赔。高雄旅馆商业同业公会建议民众变做手法真济，一时阵也真歹辨识，避免受骗。也是直接找饭店、餐厅，或者是透过合法旅行社来买，尽量唔通用网络。若是拄到对方要求先汇钱，再个寄票券，就算发现受骗，钱也不一定就会回来。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镜头来分林顾客有地龙。伫今年顶半年是因为科荒较严重，地叶收成较歹，所以决定讲，甲资本要摕来做乌龙茶地叶，即马该摕来做红茶，减少损失。今年顶半年，台湾西半部的雨水量是挖北50年来上少，这县市严重科荒，森林顾客的地也因为欠水，地叶的生长和收成受到真大的影响。一位地农黄东山因此变巧。从原本要做乌龙的地叶，改摕来做红茶。他吸收偌济，你感觉？他吸收一吨啊。就是遇到干旱啊，遇到干旱，然后茶叶都失收啊。有些是这边一撮有长，那边一撮都没有长啊。后面这里才长出来，是想起才是把它用来做红茶。伫地叶市面上，乌龙茶的价销和销路拢相对较好，不过制作的过程也较高工，考虑成本的关系，要达到一个数量才有法度做。今年因为欠水。地叶的收成减少，地农黄东山将地叶做成红茶试看卖，也加在效果袂歹，做出来的红茶有乌龙的清芳，也有红茶的甘。伊这敢若属于阿文较好啦，敢若较重底啦。花甘嘛是。嘿，花甘嘿。将这乌龙落去做红茶起来
伊的喉韵啦较好，较有迄个芳，水啉也较甜啦。地叶的生长是真看重天气，若是有接落雨，地就较酸涩；若欠水就影响收成。黄东山即届因为靠旱，将地叶对乌龙改摕来做红茶，希望会当减少损失，度过今年气候的考验。记者综合报道。南投集集的五处社区最近有推出亲子填衫的课程，教囡仔牙尖填衫，嘛互爸母家长甲囡仔做伙填布红啊。小朋友真细致，甲线穿过尖，有爸爸妈妈伫边仔斗相共，一步一步做伙填布红啊。带小孩子来参加，真的可以增加亲子关系。小孩子很少在家会动手做，爸爸妈妈现在平常也不会碰，假日也不会碰这个东西。小孩子动手做，比动山西来得好。南投集集的五处社区特别举办亲子手作的裁缝课程，让囡仔甲家长做伙来填布红啊。国内创客教育是愈来愈实行。创客教育就是一种透过实际行动、甲想法表达出来的教育方式。亲像这个手作的课程，让囡仔实际去动手体验，发现问题了后，家己想办法解决。我们最主要的是在南投县的各个乡镇里面去推广儿童创客科技的教育。因为现在小孩子说真的都太幸福了，连纽扣都不会缝让他知道针线怎么穿、怎么打结，自己纽扣掉了还可以自己缝，不用麻烦别人这样。现代社会囡仔是愈来愈惯使用科技产品，这个课程除了让囡仔学填物件，透过针线的使用，培养囡仔的耐性甲专心，也让亲子关系透过活动更较密。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家己市的社会处，为着要让新住民的家庭体验咱台湾的文化，邀请剧团甲新住民甲因的习俗来搬戏，用表演的方式认捌多元文化。很还有日出，也太壮观了吧！13位新住民做伙搬戏，用趣味的故事甲演出，讲出家己的梦想。家己市政府为要让新住民体验台湾多元的文化，举办文化培育计划，来自无同国家的新住民透过课程互相认捌。大家对不同的事情，然后会有不同的看法，然后就可以去吸取一些不同的经验，因为也有长辈。去年其实是谈他们来到台湾之后的生活，那我们今年就是谈他们当初的梦想。这是第2届新住民文化培育活动，家己市政府嘛邀请在地剧团来指导，应用戏剧的方式，展现因生活当中无同的另外一面。我是第一次看到他在舞台上就是这样表演，然后我觉得从中我看到他的一个新的一面，那这一面我觉得是我一直都不知道的，那我觉得很感动。我觉得它是一个双向的了解啦，好，咱透过这边的沟通啊，透过这样的了解，知影因的故事啊，彼此了解家己的内容安尼，系啊，戏剧伫咧这内底一个，假使算讲是一个催化剂，也是一个关节的角色。阮剧团指出，地形计划的时阵嘛，透过新住民也讲因实际分享，认捌一寡东南亚的文化。家己市社会处表示，即摆社会服务甲艺术的合作真成功，希望未来相关的影响会当阁增加，毋但照顾因的生活，嘛丰富因的内心。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有300年历史，家己中部49庄保安宫对去年开始进行在地文化调查，嘛专工邀请剧团甲在地艺术团队做伙搬调查出来的地方故事。国小的囡仔唱出客家歌谣，家己县中部乡49庄保安宫结合剧团布袋戏歌谣，演出在庄生命故事，传承中部当地的宗教文化。那因为我们现在的客家人几乎在2、3代都不会讲客家话，那借着活动的演出，让小孩子回去也会想说，我要这个客家话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在客家的一个精神部分，其实会从一个信仰部分来做一个着手，然后结合这些客语的一个部分的学习，其实是让孩子能够生根在一个当地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49庄保安宫有将近300档的历史，是中部地区的信用中心。为着要让少年人认捌故乡的历史，庙方甲中部乡公所合作，我们找学者调查，搁请剧团甲调查的结果编剧，搬戏给囡仔看。我们请了云科大的一个老师来做一个田野的调查，那主要就针对我们49庄这个保安宫，因为它本身有一个很久的一个历史文化啊。那因为它从清朝的时候康熙就有了。
啊，因为49宗的表示讲，伊当时他管辖的区域有49个村庄，就是包括中埔乡、阿里山乡、大埔乡三个乡啊。公所表示，这届演出除了有儿童剧团，嘛有请在地艺术团队甲学校做伙来演出，希望保存地方历史，嘛增加囡仔艺术文化的学习。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台湾新闻摄影协会举办新闻摄影比赛。对2000多件作品内底，竞出143件得奖的作品。摄影记者走新闻的时，用相片来讲故事，包括观赏中南thị东线这的新闻相片拢有得奖。画面当中，一领黄色雨伞，一阵香港民众头咧咧对倒一位伫反送中运动内底跳楼自杀的市民，这是台湾新闻摄影大赛的年度最佳新闻相片。他用一个高角度来拍，那个象征意义非常强烈，那样的一张照片，给人看了可以有非常非常多想象的空间，然后会让观者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南thị东线的上尾一号是黄春香因兜，伫咧强制跳图进前，黄春香伫警方设立的封锁线头前开车口。联络军讲，这件作品甲黄色雨伞迄件，互评审团是真乌决定啥人是冠军。现场的情绪做了很精准的记录，而且也很有象征意义。事件的代表性跟张力可能稍微强烈一点点。记者的工作是很忙碌的，很难有机会可以停下来思考、反省。那这样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是一个自我检视，与同业互相切磋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这摆2000多件作品参赛，143件得奖。联络军讲，希望会有更较侪人来参与，甲全面做较看，嘛透过展览，互大家看到这个作品，大家互相观摩，提升新闻摄影的能力。记者郭文水台北报道。本嘉南热心的民间人士有做伙成立一个后方幸福列车。最近因是去嘉义阿里山的国校送加菜金予学校，嘛有传一寡好食物，摕去山顶请囡仔食。好吃吗？好吃。第一届食到章鱼烧这种物件，第3国小的学生大家拢食甲真欢喜。成立3档的校园幸福列车，专门提供资源予本嘉南的偏乡学校。这届因来到阿里山的第3、3米2间国小，各替囡仔传章鱼烧。他们知道要来的时候就很兴奋，一直很期待呢。赶快礼拜5到，我想要看看到底是吃什么这样子，小朋友满心期待，每天都在问。来自社区甲民间的善心人士，为了照顾偏乡的学生，3档来已经去过将近70间的偏乡学校，讲故事互囡仔听，嘛替学校加菜，阁会邀请点心单，互囡仔食一寡平常时较罕咧食到的物件。那一般的话，这里路程又比较遥远，所以其实外界的资源跟关心度，当然就不会像其他的学校那么的丰富啦。除了关怀小孩，就是要告诉小孩子，将来如果长大有机会了。能力过了，就是要回馈社会啊，做善事。幸福列车人士表示，这是3档以来第一届来到这么偏远的学校，虽然路途真远，但是看到囡仔准备表演，甲因欢喜的表情，拢感觉真有价值。嘛，希望社会上有能力的企业会当较关心偏远学校，互囡仔有较好的教育资源。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今头来新竹第8届新月海沙坡，因为山和海水冲到旧水去，去年底已经封起来呀。县政府是开4000多万再山去倒，经过1档完成验收，最近打算要对外开放。海洋不断拍来岸边，造成沙坡严重流失。新竹县新月海坡长2公里，唔但沙坡流失严重，甚至威胁到海岸的设施甲沿海的气温。县政府开4000多万进行吞沙保育工程，最近按算重新对外开放，把我们原本失去的这个海岸线再把它找回来。那最宽的地方，我们大概有弄回来大概50公尺左右，所以原本的防洪林现在已经都保护住了，那沙也留住了，定沙工程也做得非常的成功。在新月海坡附近有不少渔民从事乌鱼产业，是台北重要的渔业经济。一年的产值约1亿，在地人把真期待。
体育工程完工了，观光人流会当回流。这个福乐休闲园区包括我们这个乌衣子的园区等等都是我们这个兴业沙滩周边的一个非常好休闲观光的地方。所来市公所还举办真侪活动，包括海洋音乐会、徛伫尾游德白加暗会，希望赶紧恢复过去热闹光景。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那动物界嘛有大名称，这是土耳其伊斯坦堡的大众运输，有一只接出现家己来坐车、家己来坐船的狗是坐甲乘客拢捌伊，即马嘛伫当地称红。对乘客上渡船，先伫咧边设一个看风景，结果入去船舱内面找一个舒适的所在坐落。伊斯坦堡这只流浪狗真巧，会晓坐车坐船。2个月前，有人甲伊坐电车的相片传到社群网站了，尾后更较侪人传伊伫咧城市无同的所在、无同的日子坐公车或者是坐渡船，互伊变成伊斯坦堡上受欢迎的网红。当地通讯组大家拢知，有一位体育护士拄好拄到，过去所以的头甲伊做阵翕相。Ama daha önce internette görmüştüm. Karşılaşmak da güzel oldu. 这位先生讲，拄好伫咧渡船顶拄到伊，真意外。Hemen tanıdık tabii ki yani daha az önce izlemiştik. Yani güzel bir şey sokak hayvanlarını bu şekilde görmek aramızda. 尾后有人甲这只狗号名叫做波吉，一个退役式推特号码，因为伊真受欢迎，当局也注意到，就伫咧伊的身躯顶放晶片，追踪伊行的方向。结果发现，伊一天会当行经过29个地铁站，伫后亚大陆之间来来去去，有时会超过30公里。Well, I believe he loves Istanbul, and he loves to travel, and he obeys the rules. When the door is open, you have to let the people out first. He knows that rule very well. There are yellow lines at the entrance of our train doors, so he waits out of the lines, just like the other passengers. 波吉伫咧伊斯坦堡真受欢迎，敢若是变做一个高声的代言人，也证明这个城市对流浪动物真友善。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辑。关心环境，香港是地球的鱼阿妈种的雨林，这几冬因为火烧山，树林的面积减真济。雨林吸收二氧化碳的功能嘛减弱。有一个巴西的街头艺术家亲身去互火烧过雨林，用火灰、火炭来做颜料，摕来创作。希望大家关心雨林的生态。伫巴西第一大城圣保罗，有一栋公寓的外壁，用乌白两色画一幅正大幅的图片。是为一位消防员徛伫咧和大火烧的亚马逊雨林，看到远远的所在，为这幅图片的原料是亚马逊雨林大火了留来火甲炭。Para ver com meus próprios olhos, para sentir, ver a floresta queimando viva, ter contato e já com essa ideia, porque eu sabia que o carvão é pigmento natural muito forte. Então eu sabia que daria para fazer tinta. 亚马逊雨林本来当吸收大气的温室气体，减缓气候变迁。最近这几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伊吸收的量。当地森林大火每年产生差不多15亿吨的二氧化碳，一若雨林的生长只可能让减少其中的5亿吨，大气内面依然有10亿吨的二氧化碳无被吸收，相当是日本一年的碳排放量。另外，野火也造成当地1万多种的动植物面临绝种的风险。希望这幅用雨林野火火所画的图片，会让让人类真正来关心地球的命运。公司新闻金婉庆编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半部、恒春半岛有11雨，中南部是侪云到好天，早暗较凉冷。若拜六的是有方面的瓦紧，水汽会变较高。礼拜日会明显转凉，变较凉、较寒。后礼拜一搁较寒，气温敢若15度。做伙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1度。东部的
温度上低20度，上悬28度。外岛是18度至26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